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的台湾俗语内底吼，有真侪迄个顶句接下句的。你想讲输人毋输阵，我知国情啊，下句叫做输阵就歹看面，啊下半句，这当然就是咧加强口气。都明知影输人毋输阵就好啊，加即个下半句，就是要增加，互你搁较信服就对。啊，即个俗语后壁，人斗下半句斗了，搁真趣味的。国情今日招你来开讲一下。有一句话咱拢知，民间流传讲君主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君主爱人的钱财，人讲食，就人食人的欢喜酒；啊，若趁，就要趁人的甘愿钱。当然，取之有道，就是讲爱照法律行，爱照步来，爱甲人照品照行就对。毋是下半句人搁加后壁迄句吼，咧批评啦，批评讲吼，啊若君主爱财，取之有道；小人爱财，迄就无共哦。君主比较小人，啊，君主照起工照步来，取之有道；小人爱财就不顾体面。毋则讲吼，迄个见小钱，迄个阿杂钱，迄个趁到人会甲咱笑的钱，伊拢咧趁，安尼叫做不顾体面。啊，小人爱财，迄款手段，互人感觉看到真犯嫌，互人看到感觉真毋愿的时阵。不顾体面，这句形容词自然就出来了。啥做不顾体面？你想讲吼，平平打头，我先来，毋着我先败，毋是？你后尾来，要搁共占哦，搁较快，要搁共败哦，愈大胆，安尼就不顾体面啊！毋则人一句话讲叫做先得先，后得后，这咱知哦，无毋对啊！先得先，后得后，讲了真简单，就是讲大先来，伊就先得着。跟咱咧拜咧啊后得后，后尾来的人吼，你当然就是爱乖乖啊拜伫后壁，毋是啦。即句俗语话，后壁原来个人加起来，讲安那呢？讲先得先，后得后，后尾来你就得袂着。国情啊，后壁即句嘛是加补的，对毋？啊，先得先，我先来先败，后得后，较尾来，咱讲慢来看一半，原来有通看。上届煞尾来，尾来就得袂着啊！这敢着搁加解说？毋免解说啦。毋过人这俗语话，补即个下半句吼，有当着啊，就是咧讲加强口气，讲趣味的就对啊。毋则讲先得先，后得后，人后壁就硬度要甲补一句，讲后尾来你就得袂着。搁来讲第三句，咱嘛常常咧听，人讲家和万事兴，这国情我知。家庭就是爱和拢，常常要吵架啦架，常常要家内伫咧冤家，牛条内伫咧得牛母，当然家庭就袂兴。这边解说，啊，毋过后壁人嘛补一个下半句的，明明正面伫咧讲家和万事兴，家庭啦和拢，万项就会兴。偏偏就有人想迄个下半句来补，讲家吵你就万事兴。啊，这话咱毋免加讲呢，毋过补落去，是毋是迄个效果加真有？互你听就知影讲家毋通吵。原来有人讲家乱万事兴，拢是咧坑人。坑人讲，咱甲人都爱合和，君主爱财，咱都爱处之有道。